34岁来自台中的蒋亚妮，外表清秀，自细汉就介文学，真正读到中文硕士。毕业以后嘛，曾经到出版社历练，互伊更加坚定行创作路。这回因为受网络小说第一摆亲密接触影响，决定攻读清大中文博士。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就会想说，想要知道可以培育出这么多创作者的环境是什么样子。当然也是因为，就是我小时候念很多那种网络小说里面的场景，就是女主角都是念就是成大中文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偶像剧也会在成大中文拍，所以我会觉得，不管是在硬体或是在软体，就是在精神跟内在，其实成大都是一个我会选择它的原因。就像蒋亚妮所讲的，这知名的小说作品甲戏剧的处境，拢选择伫清大，嘛，互伊虽然对台中通勤，拢想要来看背后创作者环境到底是什么款。而面对目前已经获奖无数的作家，嘛是普数班的候选人，伊的指导教授嘛望伊有属于家己的位置，继续伫文坛行出成功的一条路。也因为具有这样文学创作的能力哦，使得亚妮来学校变成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个优势。平常师生不会讲的话，那我在他的散文里头啊，其实看到他，也希望他可以在成大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。蒋亚妮讲，会当继续求学是一件幸福的代志，嘛鼓励有想要文字创作的幼稚，认清楚家己的目标，不断学习成长。但新闻，阮自何强邦采访报道。